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國之音現在從美國首都華盛頓播送以下嘅粵語節目。聽眾朋友，你哋好，我係劉宇玲，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喺3月14號星期五嘅節目。而係今日嘅新聞提要。特朗普總統實施極限施壓之後，中國與俄羅斯、伊朗進行3方會談。特朗普表示，北韓係核子強權，佢話與金正恩嘅關係仍然良好。美國駐日本大使提名人格拉斯話，將會確保日本繼續加大對印太防務與美軍嘅支持。There are certainly challenges, and it's one to manag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n adversary, but it's quite another to manag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 friend. 佢話當然會有挑戰，管理與對手嘅關係係一回事，但係管理與朋友嘅關係又係另外一回事。如果獲得確認嘅話，佢將會同日本就關稅同埋減少貿易逆差進行艱難嘅對話。七國集團外長會議聚焦烏克蘭和平與全球安全。以上嘅內容歡迎收聽。首先係由張平安報道國際新聞。以下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響美國總統特朗普恢復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之後，中國星期五響北京就伊朗核問題同俄羅斯、伊朗舉行3國副外長層級嘅會談。據中國官媒中央電視台嘅報道話，該會議由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以及伊朗副外長卡尼巴巴迪出席，三方就伊朗核問題以及其他嘅共同關心嘅問題交換咗意見。三人響會晤之後發表嘅聯合聲明當中表示，中國、俄羅斯、伊朗3國強調終止所有非法單邊制裁嘅必要性，並且係重申政治外交接觸以及係對話應該係基於相互尊重。三方強調，有關方係應致力於消除造成當前局勢嘅根源，摒棄制裁、施壓、武力威脅。聯合聲明仲表示，中俄歡迎伊朗重申佢哋核計劃僅係用於和平嘅目的，並且係強調要充分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嘅權利。中國外長王毅星期五同到訪嘅俄羅斯、伊朗副外長會晤嘅時候，亦都重申伊朗核問題應該係通過對話解決，單邊制裁只會加劇衝突，對話以及係談判先至係唯一嘅選項。北京方面表示，希望星期五嘅會談能夠加強溝通同協調，盡早恢復對話同埋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佢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仍然維持良好嘅關係，並且再次聲稱北韓為核大國。特朗普喺第一任期嘅時候曾經同金正恩舉行多次嘅峰會，如今再度展現對北韓問題嘅關注。據韓國時報嘅報導，特朗普聲稱北韓領導人係一個擁有大量核武嘅核大國，而佢嘅政府正在尋求北韓完全無核化嘅目標。響回答記者關於是否計劃重建同金正恩嘅關係嘅時候，佢話佢係會㗎，佢同金正恩嘅關係好好，佢哋會睇睇情況，但係佢肯定係一個核子強國。呢一番嘅言論引發咗外界嘅關注，認為特朗普可能有意重新同金正恩進行個人外交。特朗普第一任期嘅時候曾經同金正恩3度會面，分別係響2018年6月響新加坡、2019年2月響河內，以2019年6月響板門店。前美國國務院負責軍備控制嘅助理國務卿史都華就係咁話。史都華認為政府參與其中，更加了解佢哋嘅立場係符合政府嘅利益。因此，如果美國、中國同俄羅斯之間係有討論核子風險、降低潛在嘅核子風險嘅建議，佢係會強烈建議政府參與其中。但係中國方面提出，美俄應該率先行動，係專家認為中方有所顧慮，但係談判並非冇希望。中國我覺得他更期望於與特朗普政府就更廣泛的這個一籃子核心問題。卡內基世界和平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趙通真係表示，中國更加期望同特朗普政府就更加廣泛嘅一籃子核心問題達成某種形式嘅協議，唔理係雙邊經貿關係、關稅，甚至係涉及到其他嘅中國核心利益、南中國海、台灣等呢啲嘅問題。
美國駐日本大使提名人格拉斯星期四響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面表示，美日關係固然存在住挑戰，但係機會係巨大㗎。如果得到確認，佢將會確保日本繼續加大對印太地區嘅防禦支持，並且係確保日本履行加強供應鏈韌性嘅承諾，以保護美日兩國免受中國嘅經濟脅迫。There are certainly challenges, and it's one to manag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n adversary, but it's quite another to 美國 manage 駐 your 日本大 relationship 使 with a 提名 friend. 人格拉斯表示，當然會有挑戰，管理同對手嘅關係係一回事，但係管理與朋友嘅關係又係另外一回事。如果獲得確認，佢係將會同日本就關稅以及減少貿易逆差進行艱難嘅對話，佢將會確保日本繼續增加對地區嘅國防、美國嘅聯盟以及係美國嘅軍隊嘅支持，並且係確保我哋嘅關係對美國人民係有利。呢個係確保我哋響保護海外美國公民方面毫不妥協。The opportunities are vast. Japan is committed to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 with us, and its reliance on 格拉斯 Russia 繼 by 續表示， purchasing 機 US 會係巨大㗎。日本承諾透過購買美國液化天然氣嚟減少同美國嘅貿易逆差以及對俄羅斯嘅依賴。如果得到確認，佢係將會要求佢哋嘅履行呢項嘅承諾。日本承諾提高國防預算，建立既能夠推進我哋嘅國家安全目標，又能夠加強區域威懾力嘅能力。7個主要工業國集團嘅首席外交官星期四係齊聚喺魁北克省嘅夏洛亞東道國加拿大，展述咗呢一次會議嘅首要議程，即係重點係實現烏克蘭公正持久和平，並且係響7國集團成立50週年嘅時候加強安全以及防務夥伴關係。加拿大外交部長趙美蘭響開幕致辭當中表示，和平同穩定係我哋議程嘅首要任務，期待住討論面對俄羅斯非法侵略如何繼續支持烏克蘭。趙美蘭仲強調應對海上安全挑戰嘅重要性，並且係指出越嚟越多嘅使用影子艦隊、暗船以及係破壞關鍵嘅海底基礎設施等威脅。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則係表示，如果克里姆林宮同意，佢係希望俄羅斯同烏克蘭之間能夠喺幾日之內停火。佢仲計劃敦促7國集團外長集中精力結束俄烏戰爭。魁北克嘅7國集團會談係響沙特阿拉伯吉達舉行嘅美烏會談之後舉行。烏克蘭響吉達會談當中表示，佢係準備接受美國提出嘅立即臨時30日停火嘅提議。香港首富李嘉誠旗下嘅長江和記實業股價星期五收市嘅時候下跌6.4%，低於恒生指數當日上漲2.1%嘅走勢。之前中國港澳事務辦公室響官方媒體上載咗係香港大公報嘅文章，抨擊該公司近期向美國等財團出售海外港口嘅係對中國嘅背叛。呢一家總部位於香港嘅集團上個星期公佈同美國貝萊德牽頭嘅財團達成原則性嘅協定，計劃向該集團出售旗下和記港口集團80%嘅資產，轉讓佢哋持有以及係運營嘅海外43個港口，以及係配套物流網絡。呢啲嘅港口分佈於23個國家，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嘅巴爾博亞，以及係克里斯托瓦爾港口。一項旨在確認美國對台灣民主治理亦係國際參與承諾嘅國會立法，呢個星期由2位美國聯邦參議員共同提出。該個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同實際上係台灣駐美國大使館嘅台灣駐美代表處協商，將佢哋正式名稱為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改為係台灣代表處。至於佢是否擔心呢個立法會引起中國嘅憤怒，麥克利表示，我哋同中國嘅協議一直都係建立喺一個前提上邊，呢個就係通過和平方式去協商未來嘅一個中國。中共領導層第3號人物、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星期五表示，中國實施反分裂國家法20年以嚟，進一步豐富完善以法懲毒嘅制度體系。呢一日之前，台灣總統賴清德明確定義中國為係境外敵對勢力，並且係推出多項措施反制北京嘅滲透。阿美尼亞以及阿塞拜疆響星期四係宣布，兩國已經就和平協議文本達成咗一致，並且同意簽署，以結束自蘇聯解體以嚟呢兩個南高加索國家之間長達近40年嘅戰爭衝突。兩國嘅和平進程星期四突然取得到突破。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歡迎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環節。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喺今年底舉行。有親北京嘅傳媒引述消息話，剛剛閉幕嘅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主管港澳事務嘅官員不滿部分立法會議員表現不濟，預料立法會換血勢在必行。另外有調查發現，接近一半香港市民不滿立法會議員嘅表現。有學者分析，今屆愛國者治港新選制下產生嘅立法會議員表現唔好，反映選舉制度脫離民意，選制唔改換血於事無補。下面係美國之音嘅報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21年初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首屆所謂嘅愛國者治港之下嘅立法會議員4年任期將會喺明年1月屆滿，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喺今年底舉行。親北京嘅《星島日報》政論專欄喺星期三引述消息話，啱啱閉幕嘅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主管港澳事務嘅官員不滿部分立法會議員嘅表現不濟，普遍認為今屆立法會議員特別係新人議事水平以及個人質素一般。部分人指重複領導人講話或者中國大政嘅方針，欠缺創建或者可行性嘅建議。個別嘅新人就沉醉於拍片搶眼球，但係內容嘩眾取寵，令人搖頭。預料立法會換血勢在必行。至於香港市民點樣去評價首屆愛國者治港之下立法會議員嘅表現，由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嘅智庫民主思路喺星期三公佈一項調查顯示，超過48%，亦即係接近一半嘅香港市民不滿意今屆立法會議員嘅表現。湯家驊話：唔少立法會議員嘅發言內容都只係追捧北京嘅言論，喺審議法例過程當中顯得不熟悉。一般同我哋反映咧有幾方面嘅，一方面咧就係覺得好多議員咧佢似乎發言咧就只係為咗即係追捧中央嘅言論，比較少有自己嘅一啲睇法。第二咧就係喺審議法例工作坊上面咧就表現得唔係好熟悉啦，或者係唔係好積極參與啦。咁就令到一般市民對於我哋通過嘅法例，係咪有一個好全面同埋審慎嘅即係審查咧，係有啲比較負面啲嘅睇法。民主思路分析，接近一半香港市民不滿立法會議員嘅表現同運作成本高昂、議事質量爭議，以及部分立法會議員嘅公務訪問風波有關，進一步加劇公眾嘅不滿情緒。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分析，喺目前香港嘅政治社會氣氛之下，仍然有超過48%嘅市民表達對愛國者治港立法會議員嘅不滿，反映實際嘅民情應該係有更大嘅不滿，而且呢啲不滿嘅情緒可能係對背後設計呢個選舉制度嘅不滿。唔單止係對立法會嘅不滿咯，而係對設計呢個制度嘅人嘅不滿。就係亦都即係代表係對北京嘅不滿嚟嘅，因為呢個制度咧，所謂嘅愛國者治港咧，完全係由一個嘅即係北京所主導嘅委員會入邊嘅人去決定，即係由官方係去審定嘅人物去參選。如果係對呢啲人參選嘅人或者係當選人不滿嘅，就對呢啲嘅審定嘅人嘅不滿咯。對個制度嘅不滿咯。杜耀明話：香港大部分民意對愛國者治港立法會議員嘅不滿，主要係由於新選制之下排除咗民主派參選人入閘，以致立法會議員完全脫離民意。但係北京喺衡量香港民意嘅不滿，以及點樣去保障政權穩定以及安全嘅情形之下，應該會選擇後者。相信今年底嘅立法會換屆選舉，政治氣氛唔會有太大嘅改變。主要北京佢係點樣衡量呢種民意嘅反對，同埋佢所講嘅所謂政治嘅安全，即係點樣保障個立法嘅權力咧，喺佢嘅選定嘅人嘅手上咯。咁如果佢都唔介意民意嘅話，我覺得咧就只會繼續會揀一啲可能叫精靈啲啊，或者係呢啲係比較上係。喺現有嘅人入邊比較上係睇起上嚟可能會
討好啲啊。因為究竟咩人出嚟選，甚至選唔選到啊？最大部分嘅因素咧就在於，即係由北京所選定嘅個制度唔會點樣寬鬆噶啦。即係我相信佢會以政治即係佢嘅政權嘅安全咧，係大過咧個民意機構嗰個重要性。上屆2021年底舉行嘅首次愛國者治港下嘅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提名門檻大幅提高，90名當選人之中，只有社福界嘅新思維主席狄志遠自稱非建制派，其餘當選人全部都係建制派，被認為係清一色嘅議會，而且地方選舉嘅投票率極低，只有30%左右，創1998年主權移交之後立法會選舉以嚟嘅新低紀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無論建制派傳媒或者政治人物對今屆立法會議員有任何批評，喺普遍香港市民眼中都只係建制派之間嘅互相攻擊。但係脫離民意嘅選舉制度唔改變嘅話，立法會換血亦於事無補。如果表現係因為制度所引申出嚟㗎嘛，香港市民都應該同意呢個分析㗎。而即係如果而家嘅愛國陣營或者建制派只係針對於某部分人嘅表現、發言嘅表現咧，其實亦都好難避免大家冷眼旁觀嘅香港市民冇乜太多參與機會嘅香港市民會覺得選舉近了，而家大家就係揾位走啦，揾位去拱走啲人，自己希望可以再提出自己啲即係叫做質地上好少少嘅人。咁但係其實只要制度一日都不改變咧，基本上嗰個邏輯、權力嘅邏輯、論述嘅邏輯咧，都會繼續去要求咧，所有人入得呢一個圈子裏邊嘅人咧，都要繼續去即係跟領導咧係所謂鸚鵡學舌。陳家樂又表示，無論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嘅政治氣氛變得幾咁緊縮，好多公民社會組織紛紛解散，甚至民主黨早前宣布解動解散程序，但係香港嘅本質仍然係一個外向而多元嘅社會，因此唔缺乏不同政治光譜候選人參與嘅立法會選舉，無論點樣換血都唔能夠代表多元嘅聲音，亦唔能夠得到普遍香港市民嘅認同。現有所剩無幾嘅一啲蚊型嘅政團。不論係民主黨，你剛才所提到嘅係而家要進入解散嘅階段，或者社民連，或者啲民間組織想做一啲簡單嘅表達訴求嘅行動，就住財政預算案或者最近嘅300婦女節，都因為種種嘅理由咧，被逼所謂引號引住嘅行程調動。即係其實即係行程取消啦，即係令到個社會都知道係氣氛依然繼續咧係好縮散，好辛苦去到想表達一啲簡單嘅聲音咧，都可能備受千夫所指嘅一個咁樣嘅收場。咁所以你無論點樣去諗換人，只不過係一個制度裏邊一個好細範圍裏邊自己去換一啲人出入入都好啦。咁所以嗰個代表性係自然係唔會有咩改善嘅，你換咗人都係一樣嘅啫。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道。台灣退役軍官呂全係遭到中國吸收刺探情報。台灣國防部喺星期3發布新聞稿指出，台灣前空軍少校史進程被官兵檢舉，偽稱為係美國嘅智庫人員，接觸現役人員刺探搜情。台灣司法機關以涉犯國安法同埋國密法等罪起訴。台灣軍情專家指出，中共滲透對象已經擴及到低階嘅軍官，既能夠掌握重要情資，保密意識薄弱，更易被吸收。下邊係美國之音地記者林乃娟喺台北報道。台灣鏡週刊3月12號報導話，史進程自4年前陸續係洩漏台灣因應共軍擾台策略同台灣國防部改良版雄風3型以及反艦飛彈雄擾專案嘅機密文件，嚴重危及國安。報導指出，史進程2008年退役之後係到中國發展，被當地情治人員吸收，並且利有熟悉對共軍擾台嘅海空軍反制作業嘅台灣空軍戰術管制聯隊管制官許展成，謊稱同美國軍方有交流，搜集軍事秘密情報。兩人以電競遊戲用語取代軍事敏感字眼嘅規避調查，例如造型代表係演訓機密或者係軍方情資，造型儲值代表住支付有報酬。
電競比賽獎金則係代表住另增酬勞等等，並且係設置空殼公司掩飾諜報工作費。台媒《自由時報》響3月12號亦都報導話，偵查顯示史進程有意係擴大吸收台灣現役軍官、搜集台灣演習訓練以及係換裝等機密資訊，每項機密將會有最高300元美金嘅報酬。但係並未有成功，史進程已經係收受逾新台幣150萬元嘅報酬。台北淡江大學整合科技與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楊泰元觀察到，中共滲透對象唔單止限於退役將領，已經擴及到關鍵位置嘅低階軍官、士官，既能夠掌握重要嘅情資，保密意識又較薄弱，更加係易被吸收。因此，台灣國防部係應更加強化低階軍官保密防間嘅教育。楊泰元表示，中國滲透台灣手法通常利用退役軍官親友或者係軍隊嘅關係網，尤其係今年發生共諜案，大多係退伍學長吸收現役學弟，因為係熟悉嘅人際網絡，即使係滲透失敗，遭受檢舉嘅風險相對較低，亦都係因為了解到親友經濟狀況，利誘成功機會更加高。楊泰元曾經統計，以金錢利誘嘅共諜案比例係佔超過一半。台灣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院長余中基亦都指出，中國吸收台灣軍事人員係不擇手段，通過女色引誘、地下錢莊設賭局，或者係鎖定經濟困難嘅官兵借貸，迫使到佢哋為中共進行情報偵搜，而且係目標不限於高階將領。中下階的軍官去參與各種演習啊，其實他反而會有掌握到一些演習的或者是一些使用的這一些武器裝備的這一些情報。余中基對美國之音表示，中下階嘅軍官參與各種嘅演習，其實佢哋反而會有掌握到一啲演習嘅或者係直接使用嘅呢啲武器裝備嘅一啲嘅情報參數資訊，佢嘅警覺性低。亦都認為佢能夠係接觸嘅機密層級唔係好高。中國佢哋現時好明顯嘅係要營造一種台灣被滲透嘅情形非常之嚴重，人數非常嘅多。一方面打擊軍心士氣，一方面係挑撥國民對於軍方嘅信心。值得注意嘅就係，中國滲透管道係越趨於多元，針對吸收對象設計符合佢哋身份背景嘅公司行號，以創造合法嘅金流。他們是用一個空殼公司，在情報工作上來講，他就解決掉經費的一個。楊泰元對美國之音表示，佢係用一個嘅空殼公司響情報工作上邊嚟講，佢就係解決咗經費嘅一個交付、規避嘅大額資金流動嘅方式。對方有設計過㗎，佢比較安全。第二個隱蔽佢嘅身份，第三個就係讓佢攞到錢嘅人，亦都有一個合法嘅説辭。楊泰元指出，好多到中國發展嘅台灣退役軍人，若然響中國涉及不法事件，被當局係捉到有把柄，因而為佢所用。從初始嘅提供簡單嘅信息，等到以情資換取報酬之後，未來會被要求提供更加機密嘅文件資料，尤其係中共對台灣現役或者係研製武器非常之感興趣，取得相關參數之後，可以係進行克制或者係電子干擾，對台灣國防部安全係一大威脅。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台北報導。全球零售企業沃爾瑪為因應美國對華加徵嘅關稅，已經要求中國供應商全面降價10%，令到唔少中企嘅供應商認為係難以負擔。但係為保訂單，恐怕仍然係忍痛砍價。不過，中國商務部喺星期二傳出已經約談沃爾瑪，並且關注佢哋嘅壓價嘅行為，推升沃爾瑪後續，恐怕係遭到中國報復嘅隱憂。對此，市場觀察人士話，沃爾瑪有買家嘅優勢，中企供應商恐怕難以抗拒係殺價。不過，隨住中國政府出面施壓，沃爾瑪喺中國嘅前景亦都恐怕係堪憂。下邊係美國之音地記者黃麗玲喺台北報導。中國官媒央視嘅微博帳號玉淵談天3月12號星期三引述不具名嘅知情人士報導話，中國商務部等有關嘅部門已經響3月11號星期二
約談沃爾瑪，原因係沃爾瑪要求一啲中國嘅供應商大幅降價，企圖將美國對華加徵關稅嘅負擔轉嫁俾中國供應商亦係中國消費者。該個報導話，呢一次嘅約談傳聞有4大嘅信息點：一、沃爾瑪片面要求中企降價，可能引發供應鏈斷裂嘅風險，亦都損及中美企業以及係美國消費者嘅利益。二、沃爾瑪壓價可能係違反商業合同，並且係擾亂正常嘅市場交易秩序。第三，美國單邊加徵關稅傷害中美企業，兩國企業應該係共同應對。第四，若然沃爾瑪執意壓價，咁樣就等待沃爾瑪嘅就唔單止係約談。該個報導嘅最後一條嘅信息點施壓意味濃厚，推升係沃爾瑪恐怕係遭到中國政治報復嘅隱患。對此約談嘅傳聞，中國商務部星期三未有作出任何嘅正式回應，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響星期三嘅例行記者會上邊，亦都未有予以證實。毛寧僅僅係對中美經貿協商嘅提問強硬表態，表示如果美國一味係對中國施壓，中方將會堅決反制。美國之音亦都分別以電郵致函沃爾瑪嘅中國公司以及係美國總公司，但係截至截稿前仍然未有收到任何嘅回應。沃爾瑪全球營收逾6400億美元，佢大約係60%嘅貨源仍然係嚟自中國。據路透社喺2023年底引述數據公司嘅統計顯示，呢個佔比於2018年曾經高達80%。不過，截至2023年底嘅5年間，印度供應商已經係取代中國供應商，吃下咗大約20%嘅貨源。外媒彭博社上個星期引述不具名嘅知情人士嘅報道話，為咗因應美國對華加徵嘅兩輪各10%嘅關稅，沃爾瑪已經要求中國供應商吸收關稅嘅負擔，包括廚具、服裝等供應商都係備有要求，每輪關稅都要砍價10%，引發中國輿論熱議。一位因議題敏感唔願意具名嘅中企供應商嘅員工通過抖音私信向美國之音證實，呢一波係美國沃爾瑪通誠外貿公司要求我哋降價，我哋公司降咗3個百分點，其他嘅外貿公司承擔咗7%。呢位員工唔願意再透露更多嘅細節，但係佢曾經響抖音平台公開留言感嘆，佢嘅公司早前已經係減價6%。現時工廠年營收大約係1億元人民幣，大約係1378萬美元，利潤只係剩翻5%，大約500萬人民幣，而且靠中國政府提供嘅出口退稅喺度扶撐。佢仲話公司呢一波嘅若然唔接受殺價，失去訂單就會倒閉，因為我哋唔做，還有係其他嘅公司嘅單價比佢哋低10%嘅小公司去做。對於沃爾瑪嘅壓價，多數中國網民都力挺中企，呼籲佢哋不惜斷供，亦都要抵抗。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亦都加入論戰，佢響抖音發布短影音係呼籲中國生產商奮起抵抗，因為佢認為中國產品性價比高，無可取代，亦都係美國消費者嘅剛性嘅需求。相較之下，沃爾瑪先至係冇議價權嘅一方。不過海內外嘅市場觀察人士普遍認為，沃爾瑪壓價嘅成功率係好高，因為中企供應商必須要力保訂單，否則恐怕將會出現轉單效應。一位位於北京，因為議題敏感唔願意具名嘅消費產業嘅分析師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沃爾瑪以及佢嘅所屬嘅山姆超市一向係對中國供應商係比較友好嘅零售商，但係呢次為咗應對關稅或者係競價，仿效比亞迪等中企對供應商壓價嘅做法，確實係可以理解。響台北嘅亞太商工會執行長邱達生亦都表示，中企供應商嘅貨品若然係替代性高，而且係不具定價權，就恐怕被逼係降價，否則沃爾瑪將會轉單俾其他嘅更加優價嘅中企，或者係甚至從其他嘅東南亞國家以及墨西哥入貨，因為沃爾瑪不太可能將關稅嘅負擔咬牙轉嫁俾美國消費者，讓貨架上嘅產品進一步失去價格嘅競爭優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台北報導。好啦，喺收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我哋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